而家拍影片用 AI 做字幕就梗㗎啦，但係咧 AI 做字幕咧係咪冇問題咧？又唔係喎。唔知大家有冇近排發現咧 AI 做字幕咧，或多或少都出現一啲嘅問題咧？譬如話我以前用開 Mac Whisper 嘅，咁講以前咧，因為咧最近 Mac Whisper 咧就成日有啲錯漏啊，突然之間繁體簡體撈埋一齊啊，甚至咧啲 timestamp 亂晒龍啊，等等好多嘅問題出現，多到咧我係要放棄佢嘅。咁然之後我就試其他嘅方法啦。我之前有個影片咧講 Gemini Pro 咧係可以做到字幕呢樣嘢嘅，今次都係講 AI 做字幕，不過咧就唔係淨係教你用一個軟件撳着佢，然之後就生字幕出嚟。希望大家講點樣去令到你嘅字幕生出嚟咧質素好啲啦，準確程度高啲啦，無論 timestamp 無論字幕啦，佢能夠校正到部分嘅內容啦。有陣時我睇 YouTube 嘅時候咧，我見到啲人寫明 AI 生成字幕，呢幾個字代表咩咧？即係話喂，有錯就唔好問我咁解，即係話咧 AI 做出嚟預咗錯啦咁樣。但係如果大家對你嘅影片係希望字幕係能夠傳遞到好啲嘅意義啊，又或者如果你係幫客戶去做啊，或者你幫你嘅公司去做嘅時候咧，字幕咧就唔可以咁樣錯法噶啦。所以我希望呢條影片提供嘅 tips 咧，可以幫助到大家。其實咧都只不過係幾個 prompt 嘅啫，但係咧即使我用咗呢啲方法啦，其實我去做出嚟嘅字幕，我最終咧都會人手 check 一次，因為咧我希望盡能力令到字幕本身咧係傳遞到準確嘅內容嘅。好啦，咁我今次用咩工具咧？就係 Google 嘅 AI Studio。好啦，入到嚟呢度就係 AI Studio 啦，直接入到嚟一個chat 嘅界面，有幾樣嘢嘅。除咗打 prompt 之餘咧，點樣去提供一段影片俾佢？即係如果你就咁已經將段影片放上 YouTube 嘅，你可以好似我咁 paste 個 URL 落去啦，咁佢就會即係自動讀呢個嘅影片噶啦。咁同時之間咧，你可以 upload 一個嘅 video 嘅 MP4 file 啦。其實有另一個考慮咧，就係因為所有 AI 咧都有 token 呢個問題嘅，咁所以咧如果係真係 upload 一段長啲嘅影片上去咧，有機會佢消耗好多 token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可能我就會將嗰個影片輸出成為一個嘅 audio file MP3， 然之後咧 upload 個 MP3， 咁咧佢處理個 token 咧就少好多。今次呢段影片咧，如果冇記錯係17分鐘嘅，咁17分鐘嘅影片咧，佢擺上 YouTube， 佢消耗嘅 token 咧就係30幾萬啦。我就俾大家睇下我點樣去 prompt 呢件事啦。咁就因為已經做起晒㗎啦，呢個係第一轉。當我要將呢段影片生第一轉嘅字幕出嚟嘅 prompt 嘅，咁我嘅 prompt 即係唔單止叫佢生成一個 SRT 嘅字幕檔案咁簡單嘅，咁我仲更加咧希望提供少少 background 俾佢啦，希望幫助到佢有少少嘅了解。咁於是乎咧，我就講明啦，呢條片咧其實係有關於 Perplexity 嘅 Pro Search 嘅功能。有啲 tips 啦，有啲嘅 use case 啦，然之後請你生成 SRT 格式嘅字幕咁樣樣。好啦，我哋睇一睇啦，到底嗰啲嘅字幕係點樣樣嘅咧？咁樣咁咧，大家平時用多少 Gen AI 工具咧？又或者哪一個用得最多咧？其實咧，佢咧就自動幫我生成咗係書面語嘅。咁啊，當然我可以再有唔同嘅要求，譬如我真係好想要廣東話嘅字幕，我可以講嘅。For 呢個 case 佢又做咗書面語俾我，我就咁睇嘅時候咧，佢做出嚟嘅內容咧都幾貼近我自己嗰個內容噶啦，已經。咁但係咧，我都喺度睇啦，其實有一啲嘅情況咧，佢哇好似好長咁喎。你睇下呢度呢一句咁嘅內容啊，如果我攞嚟擺字幕嘅時候咧，可能都唔知霸咗我幾多行，可能甚至係遮住咗我某啲嘅畫面添。實際唔係一個字幕應該有嘅長度。咁咧發覺咧下邊咧偶然都有啲咁嘅 case 喎嚇。好啦，於是乎咧我就叫佢做兩樣嘢，我分兩次叫佢做兩樣嘢。你見到久唔久就係咁樣樣啦。咁啊，但係至少咧17分鐘就係17分鐘啦，因為有陣時有啲 case 咧17分鐘佢整咗25分鐘出嚟，我其實都試過嘅。好啦，咁我叫佢做咩咧？每行字幕不得多於8秒，咁啊其實5秒、8秒或者幾多秒咧，其實你可以去選擇嘅。咁但係咧咁樣嘅時候咧，對我嚟講咧，我就可以做呢個字幕咧
係一個比較 reasonable 嘅長度啊！大家喺個熒幕上面睇，無論係電視又好或者電腦又好啦，係一個 reasonable 一啲能夠睇得到嘅長度，並唔係咧即係長到咧話你追個字幕都辛苦咁樣嗱。譬如呢個長啲，因為咧呢行咧係啲英文嚟，每個英文字咧，譬如話 information 啊、activity 啊等等，有翻咁上下長度啊嘛。咁但係佢嘅字數其實就係大家可以讀得到嘅。咁大家見到啦，我喺度碌嘅時候咧，至少冇一啲咧頭先嗰啲超長到完全唔適合擺喺畫面上面嘅字幕。最尾我會做多一樣嘢，因為我頭先講過，我自己咧係會人手校正一次嘅字幕檔案嘅，為咗令我自己人手校正嗰部分做少啲嘢，慳多啲功夫。咁於是乎咧，我就要求AI Studio 做多樣嘢。我覺得呢一個步驟咧好重要嘅。請按上文下理，以及搜尋網路修正字幕中嘅內容。有陣時咧，佢每一句字幕佢係只不過係 transcribe 咗，根本就連唔上啊、犯駁啊等等、錯漏啊等等，甚至尤其是啲人名啊等等，佢冇去處理嘅時候咧，上面嘅人名同下低嘅人名，就算係叫嘉誠，上面可能用嘅兩個字同下低嗰兩個字都唔同嘅喎。咁當然啦，譬如話17分鐘嘅一個字幕，佢修正咗啲乜，我點會知咧咁樣？咁所以我寫多一樣嘢啦，話最後請你都列出修正部分嘅內容，對比起原底嘅內容。跟住佢就你見到啦，修正嘅 SRT 檔案，好啦，繼續去睇啦。咁呢個嘅長度頭先已經處理咗㗎啦。只不過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嚟睇最後嘅部分，一路碌呢度咧。大家唔知道修正有啲乜嘢㗎，咁亦都咧冇乜特別意思嘅。好啦，佢呢度咧就做咗一個修正嘅部分，字幕修正嘅對比，原底嘅字幕修正之後嘅字幕，然之後咧佢有修正嘅原因。對我嚟講咧，佢每個修正到底係咪啱咧？因為修正完咧都可以係錯嘅。佢咁樣 list 咗俾我睇嘅時候咧，我就可以判斷嗰個係啱定錯。然之後咧，我就去處理咗佢，修正嘅裏邊咧已經慳咗一啲嘅功夫。不過 AI Studio 咧有一啲嘅最大嘅問題，首先咧佢冇得 save as 一個 file 嘅，咁於是乎點咧，我就要咧拉低呢3點，然之後咧 copy as text， 然之後咧擺落去一個純文字嘅檔案度，跟住 save as 一個 SRT， 先至可以 upload 上去 YouTube 或者擺落去唔同嘅剪片軟件度用啦。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有陣時佢啲 timestamp 咧，大家見到呢一度，呢度係00000166。跟住呢個咧00041666，你見到啊嗰個格式咧根本就唔一致。其實咧我試過好多次，我就咁將AI Studio 嗰個出嚟嘅字幕 save as 一個嘅 SRT， 然之後擺落去，我就用開 DaVinci Resolve 啦。我發覺佢咧係完全食唔到嘅，因為 timestamp 格式唔一致咧，佢就錯咗。我就會直接將嗰個格式咧擺落去ChatGPT 又好，叫呢一度 AI Studio 修正翻都好，話翻俾佢聽，嗱個格式咧你而家唔一致，我要全部都係同一個格式。做晒以上呢幾個步驟之後咧，你之後嘅工作咧，例如好似我講人肉嘅修正啊等等咧，你就會慳好多功夫。同時之間咧，字幕嘅準確程度咧，亦都會好好多。咁希望咧今次同大家講點樣去處理字幕呢段片咧，幫到大家。AI Studio 咧係一個免費嘅工具，的確有好多嘢幫助嘅。但係最後俾多個 tips 大家，譬如話頭先，如果我唔係將 YouTube 片嘅網址擺落去，而係 upload 一個嘅 file 的話咧，無論係 MP4 或者 MP3，最終咧佢係會儲起咗喺 Google Drive 一個叫 AI Studio 嘅 folder 度嘅，而嗰個 folder係佔你 Google account 嘅 storage 嘅。如果你冇必要儲起呢一啲嘅檔案的話咧，我建議大家如果用 AI Studio，久唔久就要入去清一清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幫緊 Google 去佔緊你嘅 storage，然之後好快咧，你就要課金俾 Google 噶啦。